意，才可保全清白身。双关奇书，写经文，只能知三两银，三两银。大哥啊，咱俩姑娘还在睡觉呢，姑娘们啊，我请当手着啊，姑娘们，哎，来了，真是来啊！弟弟。姐姐，你讲我的事我都有为啦。好，弟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读书？又不做，不成器，人不学，不知礼呀。读了书才会懂道理。弟弟，我说的对吗？
也病了，我连夜做文写字，这是。姐在问你，什么叫富贵？不取于人为自富，不取于人为自贵，这是孔融之理说的。那穷咋不算其身，怎样解释？真是人穷也要穷得于国气，哪怕再穷也不能做坏人。姐姐，我说的对吗？那把这金算天下是什么意思？人要是发达了，做了官，就要为一方百姓办好事；做了大官，就要为天下百姓办好事。弟弟，言以致用，原谅我要做到。弟弟。是个穷教授先生，娘与死得早，你一定要争气呀！弟弟，是你遇着鸡，遇到娘，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，教我读书写字，你的恩情永记不忘记。将来我怎样报答你才好呢？你不是杀过了吗？将来做了官，为百姓办好事，一件坏事也不做，这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报答。你是我的好先生，好弟弟，弟弟，好弟弟。姐姐，喝参汤吧。如何不是啊？姑娘，这些天你连日接待贵客，因此闲事，也给你累的了，哈？如何不是啊？妈妈，姑娘，自从你进了妇产院，这3年来，我这妈妈对你可是格外开恩啊！一不打，二不骂，三不强迫你收拢即刻。有着你呀，在书房里读书写字，这3年供了你多少衣衫饭食，花了我多少笔墨纸张。如今你一举成名，身价8倍。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呀？唉，国所分离，郁郁山在，4年之前，长期心怀。哦，还在思念你那个亲弟弟呀？好吧，还有那边来的客人啊，我托他们替你寻访寻访啊。多谢妈妈，女儿还有一事相去。哦，什么事？你快说。今日十分初一，女儿又往湖区市烧香拜访。一来保佑弟弟平安，二嘛上路想去看看老夫当年教授的牙关，表表女儿对先父的悼念之心。好，出门拜拜菩萨，也可散散罪心。小香，哎，吩咐下去，叫姑娘陪瞧。是。多谢妈妈。
姑娘，生死不能复生，可也无用。临死已经付清，你呀，跟我走吧。啊！不买鸡鸡，不买鸡鸡，要买去买我这好不了买生银子，你拿好100两，作为弟弟丧葬之用，还有100两留给你，回到家中省吃俭用，好好读书。弟弟，爷我到哪里去找你呢？不知道，只要弟弟有插本之上，为弟已经放心了。弟弟，这3卷这一古今历史之本，乃是传家之宝，你要好好保证。弟弟，我会保证好的。今世上，我与弟弟用梅花酸体写的父亲的遗言，你念着几几天天。就是亲自是家父做后代，一言做儿女，今生永自爱。弟弟，父亲的遗训，你一定要铭记在心。哎呀，时候不早了，快走吧。弟弟。
去，弟弟还条许宗义。姐姐，人不早，该回去了。何来这多事小姐，你去看看，里面谁在读诗？是。无常终日不仁，终夜不寝，无事无姐姐，快来！姐姐，原来是个小偷吧？哦，喂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读书。你读什么书？我读的是《论语》，这里原来是个月光，听说还有一个很好的教书先生呢。你见过那教书先生吗？可惜那先生死了，月光也荒芜了，我想读书也没人教了。可你饭都没得吃，还读什么书？读书比吃饭更要紧。小偷吧，还想穷出头。古人说：“朝为田贼郎，暮登天之堂。将相本无中，诺儿当自强。”你知道吗？人穷也要穷得于志向嘛。郑奎，你的爹娘呢？都死了。那，你还想读书吗？我找个地方让你安心读书，好吗？你是谁？我就是你说过的那个教书先生的女儿。啊，真的吗？跟我走吧，跟我来。哦，走。哦，小弟弟，你怎么了？看来是我昏了。快扶他上桥，上他手脚。哎呀，快！哎，好，快走。
为啥不入轿子啊？小香，哎，快扶他下轿。是，小心来。啊！你个小偷呗！快，当心点。哈，知道了。哎呀，哎，不许小偷们进去啊！小心，不许小偷们进去！姑娘，你这是出门烧香拜佛，怎么把一个小偷们弄到富城院里来了啊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嘛？妈妈，我已经同你说过了。说了也不行，叫小偷们立刻从富城院滚出去。姑娘公子在荒唐，金樽水泪小花郎，富城院不是孤儿院，赏花泪不是几年穿堂，老娘光棍富城院，岂用姑娘的自知脏？一说传子多自当，公子怎样连成自当？可怜那父母苍茫成一行，年纪七十苦泪郎，小城归城穷，志不穷，妻儿不是比心肠，母与亲陪在身边亲教养，指望他遇到你的真风亮，无意曾他为你的同情人，弟弟两块不知光。不是，老娘花钱买了你，你举子不隆重的敬，哪里的呀？什么你的不你的，快快转成小花郎。你何必看他叫逞凶狂？女儿家生在手上心也刚，妈妈的厉害我早领教，何必是强逼女儿再原谅？到底去不去接他啊？我花200两银子骂你进院，你管不去接他？你到底去不去啊？有啊，好事！姑娘，你这一次我200两银子不是泡汤了吗？啊！妈妈，10几位客官来向3两姑娘就是现实了。哦。姑娘，
小套房的事就由着你了啊。一天一天月一天，一年月一年，心对心计较的，春花秋月比灯艳，比灯艳，年事教诲我自觉，家事苦多年莫穿，千年不破四万卷，用心观此月从前，月从前，月从前。去为国，传为情。他必自念已将明，举子纷纷把银囊赠。我也想赴死上京城，仰望高天，天人愿用铭记，一记记在教育恩，若比恩记心难放。灵隐佛学一层明你的姐姐弟弟，啊，姐姐，姐姐请坐。你的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先别说，让姐姐猜一猜好吗？恩姐请讲。教父宽大为门生，牙齿不是为功名，眼皮你好呀心从不，且在还是呀与恨。云长为杨柳在情，长为情，莫非你又不是长的情？恩记出言自破心，小弟我怎为此事人命？且在相依梦骄阳，恩记更比情记情。更何况恩记进来生火生，小弟我理当是风尘滚。恩
小李今生是害，逆中厮杀，我今生今世是我报答你的。死得于人，岂为多报？眼帝善于插队自杀，只要不为富贵所缚，为官清正，不负黎民，为己也是心满意足了。姐姐，弟弟，快起来！姐姐，你的为己也有一丝去你。姐姐请讲。3年来，姐姐早些4年才保的李凤鸣，你此番进京观考，全国举子举及竞争，望眼的心放一下李凤鸣。姐姐放心，小弟一定仔细寻访李凤鸣。李凤鸣下落了，曾在哪里？他也榜上于民，也已官放外地了。好啊，我这里有书信一封，说派查阅送往赎罪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张大官人道：“让我看，他在说什么？”张大官人，请。哎呦，张大官人啊！张局不来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快请啊！张大官人，请坐。大官人，张局不来赴春约，到哪里发展去了？还不是最暖长包做私人生意啊！哎呦，孙子哥真杰！老了。老虽老，
像今朝外面走啊，里面好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我今日是有这份心思，特地上门求妈妈来了。哦，大官人有心事啊，你尽管说啊。妈妈，老婚今年老人家，生意兴旺家在有，老来也该心啊幸福年等年华城里在奔走。我心想有个姑娘做三房，特地上门帮妈妈求。不知大官人看中哪一位姑娘啊？这个嘛，是不是米县官的白眉丹？那一定是小问我的岳无用。哎呀，我说老客，富春院里18位姑娘，你到底看中哪一位呀？妈妈，我要的就是他。啊，你看中真善良。哎呀，怎么傻不得？我可是肯出大价钱啊！出多少啊？着实问你1000两。1000两？1000两就像我在我的腰间时，哼！再加200两，怎么样？2000两。1500，再多我也不要。好吧，看在老客本上，我忍痛感恩了。多谢妈妈，后事让我继承。银子拿来。来人，拿银子。是。请妈妈收下。大官人，你要照我的意思来对审。什么意思？来。好。姑娘，细心！哎呀，细心，姑娘细心。妈妈，什么细心？哎呀呀，真亏呀，高中状元啦！你是什么？你看，这是今日的私信啊！你看，看吧。是你弟弟书信，是你弟弟书信。苍天理，我与书信也于这一天。姑娘，应该高兴嘛！张员公啊，一派人来接你啦，轿子我还停在门口了呢。姑娘，你真是好福气哟！姑娘，到了今日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张员公面前啊，你要替妈妈多多美言几句啊！好了好了，姑娘不要哭了，妈帮你睡着睡着啊！姑娘，你又要上来啊！姑娘，妈妈真舍不得你走呢。姑娘，上脚吧。来，姑娘，以后可不要忘记妈妈啊。妈妈，你也要多多
你也要保重啊！快去，快去！一路顺风，快！哎，车来了，车来了！哎，来了，车来了！来了！啊，停脚！你啊，下脚吧，最好。你还长左啊？你是谁？他就是无罪府上张大官人啊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姑娘，你已经来进我做第三王小妾了啊！你一派胡言！李凤鸣坐灯火，我对旁人。花亭内似清净，心灯火年。清风到离散，雨雨纷飞。无人里的东极力欢喜。快点跳！无数人烟花女，人海凉。埋于那丈夫官为妻，巧为无妻呀让离给归隐。夜里见花呀，难做生命。个人飘分银子，买不过云二八两，举步成归等情。想不到越早为我心堂人，他花花的名字不讲人们，怪不得功名利禄风靡了世上多少，多数人风靡了世上多少，多数夜望明飘，心人影。八本观台玉润生，想当初不思不念埋怀梦，情几几换悲疼痛去美色，埋的名字二八年。
哎，我不想得那么多呢。往南门马队转成3辆，是。转成3辆上道，转成3辆上道。小女子陈3两。去见大老爷。陈3两，是谁将你们与长老来的？父曾愿当家保姆。既日是此，理当跟那父上前去。小女子不愿。出水重量又不好，真是不愿。小女子心怀怨苦，与下心禀告。用你将来，大老爷。像那老客虽已年近70，可他乃是湖州府上家人宦官。你到他家穿不光的绫罗绸缎，
却不忘的山珍海味，受享清福，如何不好呢？小女子宁受清贫，不言所负。我个人为父承愿宁死卖死，也不愿再到老卡却生为妻。无事，你个人6岁为妻，岂不有为你父母养育之恩吗？小女子赛入风尘，恰为丧失廉耻。想那老卡依仗在世，将我骗卖到此，无啥却忠于他，那在正是与为父母养育之恩呢？主罪！那老卡好意说你为良，真是骗卖。岂非骗卖，为我罪恶上当。大汉，在本府堂前，你若追官抢罪，定用大刑死你。大老爷，你不分是非曲折，几次三番苦苦逼我在那府上前去，莫非你得了他的好处不成？一句话不尽我心病，倒叫我红名红情结，大胆上路本定罪，不是皇上不死心。来啊！将这女子杖罪。且慢，府上送我银票，无非是要本府将这女子端与他为妻，我这当这一个好歹。陈三娘，你去是不去？大老爷，为官者应当支持公堂，岂不可不使你枉法殉情？他堂高挂着清廉公正，恰为我堂官为妻的名。你不分高他将主子，别怕我跟在老毛做亲。老爷娘你随我心口想一想，世上财富我听。但愿我是你亲弟弟，难逃你也为买地为妻，不过寡所哼！大胆泼妇，报效公堂，什么本官，这完了的。来啊！你给我站了起来！放开我！来，放开我！快点！丁大老爷，小女子换尸过去了。少爷，所以。宦官无言，永
郑三娘，你去日不去？谁说大老爷却赞小女子？谁是刚到家境，我也绝不跟他前去。好一场理罪！当让夜里问切，写得明明白白，本官岂为却断了你？请问这文契上面可与我亲笔画押？无有。可与公平官印？这得本官该让官印。慢，这文契是苏州所写，要给也只能给苏州官印。你是浙江府州，只怕你给不得官印。这个郑三娘，你再三不肯离开苏州，莫非在哪里还有什么瓜葛不成？别无瓜葛，与我的兄弟。哦，明白了。待本官去把你的兄弟抓来，与那府上一同进去，借你也可早些相见，你看是何？小女子的兄弟，谁怕你传他不同？无事。堂堂湖州知府衙门，难道传不动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吗？我那兄弟也是与功名的你。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有什么功名？大不了自个落地修在吧。区区秀才，何足挂齿？我那兄弟的功名大得很哩。总不见得像我一样，是个二级进士，五品知府吧？我兄弟做的官比你还大，衙门比你还宽，机关比你还高。难道是金殿定价，长远切地不仁？真是辛苦长哟！啊，郑三娘，你那兄弟哪年中举，哪年为师，姓甚名谁？快快讲来！只有一言差错，难免深受大刑。大老爷，我兄弟家子年间东空去，一曾年间大头名，连中三元的魁头兄百花严琼里，大问他是哪一个？下贱女，那是他日堂院之妻，归妾姐。快管顾，快走！是。来，请起。不对呀！我想那郑状元定是苏州城中的名门望族，
岂肯让他姐姐落水为草？看来是我将他当劫了，他故意拿状元来想我的吧？陈三娘，你那陈状元可是一模同胞？非也，莫非是堂表姐的？也不是。撤走！大胆陈三娘，你进库状元，一不是同胞手中，二不是说不记的，分明是心口无言，欺骗官府，怎完了吧？我与下人非比。讲。不但是状元的恩基，而且是状元的恩师。我想这个女子有些要问也是真的，可她也教不出状元来呀。这话未必可信。陈三娘，你自称是陈状元的先生，不是你教他些什么？究竟是字字不讲，教书法梅花篆体。梅花篆体不错。这梅花篆体我姐姐能写，难道他也能写？像我姐姐能双关奇术，不止他。陈三娘，本府要看你日写的时候，可会当当写来？请老爷私下必言。来，去本王私报于他。是。请老爷再试一只羊啊！再有一只？哦哟，小女子是有练习梅花篆体，是能上手的上官奇术。啊，你能上手写字吗？再去打一次。是。那。
我姐姐上虽能写，人家也能写的，只把野花女子凑人为姐姐，岂不落个笑话？有了，像我家早有立日之本，周易古今，外人不知，不妨分他一份。来人，在去到书房将本府的周易古今取来。是。弟弟，做了官一定要为百姓做好事。弟弟，你一定要争气呀！老爷，书拿来了。陈三良，本府问你，周易古今，你可通晓吗？周易古今，刚才要我写梅花算题，事情欲问周易古今，莫非你？你怎么不回答？老爷，这官犯了。已经落入四卦，第28卦后面怎样讲的？第28卦名为大过，利于欲望。是啊，苦养生子，老夫的少气，没有什么不利。老爷妄读经书，竟算断句不明。哦，卦名大过，只是大大的过错。卦问老夫少气，夫不利。夫是不应有这样的事，不利是啥有此事，乃是大大的不吉利也。此事之间从何而来？小女子这种自见，与众不同，只此一家。你说的是哪一家的易经之本？左传之本，历史遗迹，共有几卷？共有3卷。现在何处？9日前的。如何标记？上于算吧。何人所写？历史书签。写的什么？先父遗训。啊！退党。穷是亲自岁，家风做后的，一夜做儿女，今生永自爱。知亡命知儿不怜，儿不怜。
你得了二房当营，当营你4百两金，你得了二房当营，7两大日用大银，你李林子风不听说马青发好家你为政不当，为政不当，常为青年相为利，你与我面目去见那死去的爹娘，我他的亲生这知府后噻。知府大人，下官人，这是我家老爷的名帖。巡安大人家里无罪，糟了，糟了！这正好，这是你到哪里去？我要告状去。这是这是。来马告状，你是何人？民女陈三娘。陈三娘，你叫什么？民女陈三娘。恩姬，请起，快请起啊！你奉了金王，做了大官了。恩姬太上，请对小弟一拜。弟弟，快起来！恩姬，我已派人去赎罪接你，你怎么到武罪来了？在这里当官司。武罪之父传见巡安大人。燕帝可与您子借我几封。姐姐要您何用？可恨把我将我卖与张老来，我不愿前去。才知武罪之父团章受贿，用银强逼我出生为妻。兄弟杀与银子，送一些与这位老爷，免得姐姐再生苦意。武罪之父可有此事？来呀！当到武罪府。困扰。为官做事太轻人，官长枉法滥用刑，我此三举笔不轻判。来呀！与我摘去他的乌纱，剥下他的官宝，与我拉下去当。姐姐救救我！姐姐救救我！退堂。恩姐，他原来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同胞兄弟李凤鸣吗？谁是同胞兄弟？听闻国法应天命，
弟弟，凤鸣之事，你是何处置？李凤鸣团长罪会，任国法理当协助为民。只是姐姐的恩情，小弟未曾报答，小弟对不起姐姐了。不，月弟，你做得对，为姐娶你三遭踏实。姐姐，请讲。再一遭。小弟一定证明，那三女为弟娶你第三葬，三房7年相思心，因一场，此经眼底把高官走，为弟